3.3 is break time。今集會係旅程嘅第4、第5日。從玻璃屋離開咗之後，我哋就叫咗架車，乘搭7至8個小時，由聖誕老人村一路以北去到挪威北邊最接近俄羅斯嘅一個小市鎮 Kirkenes。然之後第5日會入住當地嘅冰酒店，同埋釣長腳蟹。到達 Kirkenes 之後，入住咗一間 local 嘅酒店 Scandic Hotel。呢個 brand 芬蘭、瑞典、挪威都有分店，有啲似北歐版嘅 Aper。當晚仲食咗一間謝霆鋒食過嘅中餐，同埋去咗一間 local 嘅超市，同埋買當地嘅雪糕。第5日朝早，酒店有包免費嘅 shuttle bus， 如果唔入住，淨係參加酒店嘅活動都可以免費坐。到咗之後，放低行李，直接去換好晒防水雪衫，再搭雪上電單車出海釣蟹。喺呢一刻，其實已經喺個海上面，只係成個海都結晒冰，可以行走同埋活動。佢前一晚已經放定個籠落海，放成晚之後等啲蟹入個蟹籠。導賞完再介紹返隻蟹嘅結構，同埋點樣分解，邊啲食得，邊啲唔食得。佢哋仲話北歐嘅人唔會食蟹膏，因為膽固醇太高。佢哋會用返個膏掉入個蟹籠嚟做返個餌油。成個過程大約用咗2個小時，跟住就返去食蟹啦。酒店仲特登整到間餐廳好似蟹籠咁樣，呢一籮蟹就大約分俾12個人，每人分到2至3蚊呢個份量。食完之後，我哋就周圍行下，然之後 check in， 再睇下我哋今晚住嘅小木屋。然之後再一齊參觀下唔少人挑戰嘅冰酒店內部同埋佢嘅房間，因為實在太凍，所以冇挑戰到。
入面仲有間冰酒吧，有入住嘅指引，同埋住客用嘅睡袋，我 share 用嘅廁所同埋沖涼房。我哋仲參加咗個螢火晚會，之後就係晚餐環節。正常嘅牛肉撻撻，又係紅蘿蔔泥配魚，甜品就係一個藍莓杯。